你睇下你自己成績咁差，你點入大學啊？你點解要做你爸爸啊？你睇隔離屋企嘅細路啦，你睇下你自己啦，生個叉燒個生你啊！想必啱啱嘅聲音，大家都聽唔少。喺呢個高壓嘅大環境之下，其實我哋每個人都承受住唔同嘅壓力，每個人都要控制好自己嘅情緒。咁我哋點樣維持好自己嘅精神健康呢？主席、評判大家好，我係嚟自香港中學演變組嘅劉家樂。今日我要同大家分享一下我保持自己精神健康嘅良方。喺現實世界中，我哋係無法做到控制所有事情嘅發生、種種聲音嘅出現嘅。咁我哋唯有可以做嘅就係接納自我、調節自我同埋正視自我。我明白你可能會因為種種事情而感到焦慮，但係人生嘅意義從來都唔係追求完美，亦冇可能做到事事完美。但係每一次嘅歷練都係有意義嘅，都會令你有全新嘅啟發。你可能會感到自己好平凡、好平庸，冇咩閃光點。但係閃光點係要靠自己嚟創造㗎嘛。其實每個人都係有自身嘅特質嘅，只不過係尚未發掘。但係咧，你就可以通過每一次嘅歷練嚟尋找到自己嘅特質。細到一個工作坊，大到一場比賽，都係你尋找自我嘅方式。精神健康並唔係代表住唔會有負面情緒，而係話我哋喺呢個浮躁嘅世界中，我哋明白如何去直面痛楚、接納自我，呢個就係保持精神健康嘅良方啦。多謝大家。